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2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17节到19节。撒母耳下卷第7章23节到29节。约翰福音第3章31节到3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对天降落。一般咱真少提到这个对天降落的概念，除了一寡物质顶悬，比如讲降雨啦、降灾厄啦、天降甘霖啦、天降下米啦吼，也是欢喜对天降啦、灾厄对天降啦，还是就讲降落啦、降价啦，吼，这个等等。伫信仰来讲，只有基督宗教的信仰概念中间有提到着所降落来的恩典。更较进一步来讲是降生的概念，对天落来。咱一般对天的看法，就是咱人无法度去摸到、接触到属于上帝权柄神权的范围。并毋是咧讲到天顶吼，天吼，所指的可能会通讲是灵界，也是直接讲就是上帝国度、天国。所在无有一个宗教会当提供一个更较完整的救恩观念。一般伫台湾拢想要透过道教这种做法事来替人超度，但是问题就是安尼，既然是替人超度带路，那安尼带路的人到底是啥物人，就真重要。法师做法事的时阵，所强调的毋是救恩，乃是要来辟邪、辟灾难、闪咒诅等等这的概念。一旦法师若安尼讲，如果你若无安尼做，无安怎做，你的祖先伫幽毋间就会枵啦，会无穿衫啦，安怎无厝通啊住咯，安尼吼。但是伫遮的讲法的后面所要强调的，就是爱做更较济的法事。做较济法事的后壁面所牵涉的，就是爱搁开更较济钱。如果若无法事，伊可能会对伊喙中甲人讲，将来恁会拄着歹运啦，因为恁安尼袂得到保庇啦，等等遮的。牧师想要甲大家来问，是啥物人要来保佑呢、保庇呢？一个无去过目的地的法师，或者是已经失去性命的亲人长辈呢？基督教信仰强调救恩，这个救恩毋是对人，嘛毋是对方法，嘛毋是对法事来。这个救恩是对天顶的上帝所赏赐予咱的。撒母耳下卷第7章23节到29节，咱又搁看到大卫继续安尼讲：世界上无有一个国家亲像以色列。你救以色列人民脱离奴隶，互因做你家己的子民。你为着因做伟大奇异的事，互你的名声遍传全世界。你对埃及讨放出来的子民，无论到伫什么所在，你拢将异族甲因的性命来赶走。你互以色列永远做你家己的子民。你上主啊，你做因的上帝。主上帝啊，求你实现你为着我甲我的后代所做的应允。
求你永远按照你所讲的话行，愿你的名永远受尊重，愿人民永远称赞你。上主万军的统帅是以色列的上帝，你要世世代代稳固我的王朝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以色列的上帝啊！我大胆伫你的面头前安尼祈祷，因为你将这一切你的仆人启示出来，甲我讲你要立我的后代做王。至高的上主啊，只有你是上帝，你永远接受你的承诺，你对我做安尼奇妙的应允。现在求你欢喜赐福予我的后代，予因继续享受你的恩惠。至高的上主啊，你已经应允了。愿你永远恩待我的后代。这是真实的救恩，也是大卫王一生亲身的经历。上帝将救恩赏赐予伊，嘛赏赐予伊的后代，佮较赏赐予以色列的人民。这个救恩并不是一般的人所想象或者是会接受的，因为一般的人无法度明白，佮较无法度来了解。咱昨夜讲到大卫王虽然予上帝来拒绝，但是伊犹原满心感谢，并且伊称赞阿乐上帝。就是因为伊知上帝才是真真正正救恩的来源是独一无二的。这个救恩也透过耶稣基督赏赐予所有的世间人，因为伊就是迄位对天降落来的人子，是超过万有的。只有安尼救恩会通互世间人，将世间人来提升到天顶，就亲像启示录的预言所讲的同款。迄对顶面来是超越万有，约翰安尼讲。迄对地上来是属伫地，伊所讲的也是地上的事。迄对天顶来是超越万有，伊为着所看见、所听见会做见证，可惜无人接受伊的见证。迄个接受伊见证的，证明着上帝是信实的。上帝所差遣的迄位传讲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无限量将圣神赏赐予伊，爸疼囝。已经将万有交伫伊的手中，信囝的有永远的活命，无信囝的袂会有真的生命。而且上帝的处罚永远袂离开伊。伫这个所在，甲咱讲，迄个对地上来是属伫地上的，伊无属伫天。也毋是对天降落来，伊根本无法度带人到伫天顶得到救赎。咱称耶稣基督是降生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咱明白伊是上帝所差遣对天降落的恩典，是要赏赐予所有相信伊的人。并且将永远活的活命赏赐予所有的人。伊既然对天降落，就必定会带领咱转去到伊来的所在。就好像亲像耶稣基督家己所讲，记载伫约翰福音14章第1节到第4节的经文安尼讲。耶稣佮对因讲：恁的心毋通烦恼忧愁，
着爱信上帝，嘛着爱信我。伫我下爸下家有济济通徛起的所在，我去是为着恁备办所在。若毋是安尼，我就袂话讲遮个话。我去是为着恁备办所在，以后要搁再转来接恁去到我遐去，要互恁甲我同在同一个所在。我要去的所在，迄条路恁是知的。这正是上帝赏赐互咱的应允，咱得爱好好啊把握。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17节到19节。以色列的牧者带约瑟，亲像在带羊群的上帝啊！求你暗耳空听，坐伫天西基路伯宝座顶的主啊！求你发出光，求你伫以法莲变雅悯，马拉西的面头前显出你的宽容来救阮。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发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上主，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！你对你的子民的祈祷发受期要到偌久？你互阮用目屎准饭食，搁规碗目屎做水啉。你互隔壁国因为阮的相争，对敌做阵，甲阮踢笑。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发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愿你的手保护你正平的人，就是你为着家己所竞选的人。安尼，阮就袂背叛你。求你甲阮救我，阮就要求叫你的名。上主，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感谢主，伫每一天拢带领保守阮，互阮得到主看顾继续的祝福。阮无论经历什么款的困境，拢有主对天降落的平安同在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